重大更新啊！现在呢 ，Core 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聊天窗口构建和展示交互式图表。注意，不是那种帮你写代码来运行的那一种而是直接在你的聊天窗口帮忙展示。比如叫它展示复利的工作原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参数，然后来查看各种参数对这个复利的一个影响。或者叫它展示深度学习的核心梯度下降算法的工作原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学习率然后或者调整它的那个起始位置然后来学习梯度下降算法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它是怎么找到这个最右解。当然我们也可以做这种柱状图，比如展示各国的 GDP。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鼠标放上去我们就可以查看到这个国家 GDP 的详细信息反正用起来非常的哇塞大家怎么看呢？AI 产品狙击手每天分享免费 AI 工学技巧，关注我